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件，这是有民众坐游轮到日本、韩国游览佚佗。昨是行程的第5天，讲船顶有台湾籍的乘客栽落海。这个游轮的业者紧急派出着救生艇来救人，但是救起来了后是救无转来，亡生了。旅行社讲会尽全力来提供游客甲家属必要的协助。向2亿美金超过32.3亿台票改装，挪威游轮反正号上真侪游客坐船出去耍，不过背后东道所发生死亡事故。坐在甲板上面观光，然后就是在看海，然后就有听到巨大一声的声响，就有人发现是有落海，停了已经将近40分钟之后，就有把那个人抬上来，就发现他应该已经是没有呼吸的感觉。在落海内底的过程，拢叫乘客翕落来，看到民众嘛拢惊一条。我是刚好在中庭的地方，然后就刚好看到有人落海，就不知道他是从他的阳台房还是从最上面的13楼落下，因为他那个是从很高楼层掉下来。海巡人员讲，落海民众红救起来了后，急救不好。就刚好经过他房间门口，然后就有看到他房间被封起来这样。然后有看到是阳台房。港船顶的乘客嘛住伫了海景房，伊讲到阳台房间入口的透明护栏管道其实超过一般大人本身的管道，未互人烦恼安全的记录。不过嘛讲到，若是爬起翕相，恐惊就有危险。当时旅行社是回想，这座行程是8月初4出发，算6天。代志经过需要以准公司报告和公务机关调查为主，已经启动紧急应变团队，卖尽全力甲旅客和家属斗相共。不过航港局点出欠点的所在，讲事发尾1天，也无收到业者的通报，会深入了解。阿民众先怎会栽入海内底，会阁继续调查厘清。你好，我是宋彦明。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